其實我全名叫做方中信，方中信都係我哋啲親戚嚟。10月28號，相信對於好多香港人嚟講，都係一個好難過嘅日子。陪伴住幾代香港人成長，被大家稱為 Ben 史雄嘅資深演技派演員許紹雄先生，喺28號凌晨2點半鐘離開咗我哋，享年76歲。佢一生低調、真誠、幽默，係香港娛樂圈其中一個好人嘅代表。消息一出，除咗各大嘅藝人朋友難過之外，同時間亦都令唔少嘅觀眾同埋網友都好唔捨得。據了解 ，Ben 史雄早前因為病情急轉入院，情況一度嚴重。去到28號凌晨嘅時分，佢嘅屋企人透過多年嘅好友黎子珊向傳媒證實 ，Ben 史雄係因為癌症引發多重器官機能衰竭，喺養和醫院安詳離世。喺網上面有唔同嘅報道都傳出，今次許紹雄先生嘅離世係源自於腎癌。根據香港癌症資料統計中心嘅數據，腎癌依家已經係10大常見癌症之一，而且男性中招嘅機率係女性嘅1倍以上，每年都會有成1000宗嘅新個案。50到75歲嘅人士就係高危嘅群組。腎癌嘅初期其實就冇乜特別嘅症狀嘅，好多病人起初以為自己只係腰酸，又或者係工作太攰，點知去到 check 完先知，其實已經去到腎癌嘅中晚期啦。醫學界仲指出，吸煙其實都係腎癌嘅頭號兇手。最後，希望大家永遠都會記得許紹雄先生嘅幽默同埋風度。再見啦，永遠嘅方中 Sir， 永遠嘅歡喜哥，永遠嘅 Ben 史雄，你永遠都會留喺我哋嘅心裏邊。有啲人呢嘅相遇，你會覺得人間值得；有啲人相遇呢，係教你人間清醒。我哋遇到嘅事情呢，好壞呢都係相對。好事並非一定全部係好嘅，壞事呢亦都唔會絕對係壞嘅。最後你唔係得到就係學到，但係記得從此以後要好好咁愛自己啊！踢拉踢盡香港熱話新聞，請多多 comment、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 踢拉各社交平台，支持踢拉繼續營運。